喂，麦克风，风，有听到无？有吼。啊，咱搁10分钟，大家平安吼，搁10分钟准备哦吼。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感谢主，这是咱主的圣日，咱大家用较无欢喜的心自执，来伫上帝圣殿，咱要备办心，来阿乐敬拜咱的上帝，咱先默祷，求主圣神甲咱同在。各位兄弟姊妹，诗篇95篇110到30安尼讲：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是主所创造的百姓。所以咱就爱耶和华来唱歌，伫伊面前感谢伊，而且用诗歌出欢喜的声来学乐。这是咱要请敬拜团带咱同心来学乐敬拜甲祈祷。主要说，我们感谢你，搁一道呼召阮来到你的圣殿，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学乐你。主啊，恳求这时你安静阮的心，让阮的心得到安宁。也恳求主你这时清起阮的心，让我用一粒清气无下事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咱将家己甲主的关系，咱献出咱的祈祷，咱出声来祈祷。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时时叫我们看顾无事外，给我们一个心活，主是给主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搁一道来到你的圣殿，为着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阮牵得阿乐荣耀的大君王，主啊，这是你恳求你清起阮的心，让我有一粒清气无下事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将阮家己献就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看顾保守阮每逐天的生活，无论阮拄着啥物困境，你拢求你来引带阮。来脱过这种种的试炼，种种的挑战，阮就咱家己仰望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有一寡公道的事项，第一，咱为着家己的灵性甲牧养来祈祷，为着家己项厝里的人，为着引带家己甲信主的。兄弟甲牧者来祈祷，为着咱教会小组长、区长、团契的会长甲牧师，咱献上咱的祈祷，请出声，三个来祈祷。
煞者咱为着教会兄弟甲事工来祈祷，咱为着教会身体心灵欠安的兄弟甲教会理农的事工、提摩太甲主日乐的事工来祈祷。煞者咱嘛为着恢复教会正常的聚会甲礼拜，咱来献上咱的祈祷。全能永远上帝，天地主宰，你是万美好事好美的源头。阮感谢你，因为你赏赐恩惠，用仁慈款待阮，也赐福予万百姓。主啊，我们这是为着教会献上阮的祈祷，为着阮家己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恳求你引带保守，看顾阮家己甲教会所有兄弟姊妹，因伫灵命中会当成长，透过逐工的祈祷，逐工的查经，拢会当领受对主你遐来满满的恩赐。我若特别为着教会来团队来祈祷，感谢主，你有比济信仰的前辈伫阮即个听的所在，阮伫这40几冬来勇敢来传福音，才有即个福分。阮今仔日坐伫即个圣殿来敬拜你，你的恩典是真大，何其大！你的旨意阮无法度测度，阮只有奉献阮的心，甲阮谦卑的委心来成做你的好路用，也恳求你看顾保守教会的长职因伫服侍当中，主你来看顾保守因，互因会当伫服侍中来体验主你的恩典，为着牧师献上阮的祈祷，互因伫恳求主你看顾保守牧师因，互因伫服侍过程中愈来愈体会你奇妙的大能降临伫中间。我安尼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荣耀君王，我哋能力手歌。以马内利，风雨中有远望，上帝同在，心得平安。应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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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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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中多多仰望你。煞者咱为着咱台湾献上咱的祈祷，持续为着疫情献上咱的祈祷煞者咱嘛为着今仔日的主日的礼拜献上祈祷，求主赐了谦卑受教的心伫阮的当中，咱出声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伫即个疫情严重的时刻，你有愿看顾保守阮，互阮有机会来到教会，来线顶，阮来敬拜。主啊，阮总是有罪，求你赦免阮，因为人类会受到破坏甲污染，互环境受到影响。主啊，求你赦免阮。主啊，我嘛为着台湾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你祝福阮的领导者，赐予因属天的智慧，治理阮的国家。求你予因有一个行公义、怜悯、谦卑的心，甲主你同行。虽然因有诶，阁无入捌你，但阮求你伫因的心上兴起
伊的基督徒的幕僚，互因得到因得力的帮助，互因做正确的决定，引带咱的国家。主啊，我嘛要为着今仔日的礼拜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主你引带阮来到你的至圣所来敬拜你，互讲的甲听的拢平平得到造就。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荣耀君王，我心向你唱歌。以马内利，同有中有盼望，上帝同在，心着平安。应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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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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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中多多仰望你荣耀，应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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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应要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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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中多多仰望你，荣耀中多多仰望你。主啊，你是葡萄树，阮是树枝，无你，阮就袂当做啥。你是阮的根台，阮的避难所。主啊，你是阮所有一切。有时阵，阮无夜头来仰望你，啊，毋过你有缘任命阮的软弱，你有缘咧超找阮，超找阮倒转来到你的面前，来看见你的荣光，来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信心对阮的心来讲话。主啊，毋管今仔日的诗歌，也是牧师所传讲的信息，主啊，求你亲自来对阮的心来讲话。主啊，我要听见你的声，我要亲自体验你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主啊，愿你的听灌入伫阮的心内。主，阮感谢你，一直到阮三角之地。你是阮以马内利的神，主。煞接落，阮要将家己交托伫你的圣手，求你引带阮到你的至圣所来敬拜你。主，我要敬拜你，对他高仰望，对他高仰望，向你唱歌。主，我要卡望你，卡望你同在，卡望你的同在，向你敬拜。哈利路亚！这是邀请兄弟姊妹，咱有方便，咱会当起立，做伙来敬拜咱的主。哦，哈利路亚，向你唱歌。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
爱你，对他高永远，对他高永远，永远爱你。主啊，被了你，因为你看见，因为你看见了，主啊，被天爱你，对他高永远，对他高永远，恩你手光。主啊，免他无你，他无你的同在，他无你的同在，恩你天爱。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结连。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对他高永远无改变。主啊，我来救救你，欢喜爱你，你的福气，一款福气只有你，想出予我，你所听的囝儿，主啊，你就是我福者，比你来临有平安，这款平安是世间人，你是无通最大恩望，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结连。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对他高永远无改变。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结连。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对他高永远无改。咱搁一道来讲，上帝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甲你相结连。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对他高永远无改变，对他高永远无改变。这是咱的吟圣诗298首。快樂快樂，我來敬拜，應有上帝大憐愛，心心歡喜。
光明。为上忧愁救主赶散，了伊黑暗无打我，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你完成。受造万民一切恶乐，放心为你主而做。天使圣灵三甲饮食，天顶地大喜。关山千国产野草花，青翠边缘凉风吹。鸟车载我天声水泉，松竹行通烟无山。主你赦免，主你赐福，含受尊崇应称颂。我条生命喜乐源头，那海风化水长流。上主你白基督兄弟，是海一家亲无比。人人三听好无客气，享受喜乐也无离。为信息三甲影响，一切恶乐出生命。上帝主爱普及人类，有作三听皆宝贵。称赞不断地恩情，一切不到的德行。一路歌声响亮无停，灿烂的海宣人生。天顶的爸，全能的上帝，阮住伫你的圣殿，为着要来敬拜你、亲近你。甲你撒个人，阮是你的囝儿，你是阮人生上大的主宰。阮相信你会保守阮的一生，虽然疫情的影响，咱阁有济的限制，济惊吓甲不安，但是你的主爱跋过诸天，阮虽嘛行过新的山谷，嘛毋惊灾害。你会保守阮，引带阮，现今的世代中，这里重生的奴仆。嘛会当这里美好的见证，听阮的提拔，阮感谢你，愿你来帮助阮。阮的祈祷总是无够呀，慢慢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同心祈祷讲。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神，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嘛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遮济，讲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记伫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天国亲像宝贝藏伫园里，有人找到，甲伊扛起来，真欢喜去卖一切所有的，来要去驱园。天国嘛亲像一个生意人去找水的珍珠，迄一个找到迄粒真值钱的珍珠，就去买一切所有的来买迄粒珍珠。愿上帝赐福听伊话语的人。煞者，请信我对
也因现时线，请谢牧师讲道。讲道的主题是较无天国珍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到伫主的圣日，大家组织同心来敬拜。虽然疫情改成无完全拢断根的感觉总是咱台南这个所在相对咱真平安主要是咱大家生活的作息慢慢有一种的这个活力出来咱在场的这个实体聚会也慢慢在恢复虽然咱有一个社交距离啦
咱嘛有神明坐挂口罩，毋过咱大家用欢喜感恩的心，特别是咱实体的礼拜，会当甲兄弟姊妹相见面，有一种的交陪、鼓励、甲欢迎吼。所以这个时阵呢，我要请咱的这个念影机吼，甲咱这会友扫一下安尼吼。我要请咱大家喊一声讲，大家平安安尼，好无吼？来，咱线顶的兄弟做伙一个手讲，大家平安，预备来，大家平安。来，搁一遍来，这边吼还未看到，来，预备来，大家平安。我头过来吼，好，这是互咱安尼甲线顶的兄弟有一个互动啦吼。咱慢慢来，慢慢来吼，慢慢来。咱大声要分享这个话进前，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伫全世界还伫疫情的侵害，侪的感染甲死失。主啊，阮实在是爱用感恩的心。伫这个所在生活徛起，虽然还阁有真侪无方便，但特别属农工商，特别做生意的，这事业方面、工作方面有拄到真大的困境。总是主啊，这是你互阮的一个考验，是阮人要安怎伫困境中来行出一条新的路。主求你赏赐阮有迄个信心甲愿望，也无互这个疫情的限制。来束缚阮的心智，互阮犹原充满着活力、气力。特别阮甲主的结连，甲主的亲近，会通更较通过敬拜、祈祷、灵修，甲主有较深的认捌。愿你圣神带领阮下面三甲分享主你的话，求你的话诚侪我的气力甲帮助，赏赐阮较无你热情伫天国的福音。伫你面前，安尼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连续有几礼拜吼，拢有相关的主题，互咱更较会当深深的理解甲思考。头一个就是咱用主耶稣所讲的譬如，大家做伙来学习吼。耶稣是安那用遐尼浅的话，咧讲遐尼深的道理。咱有讲起着，因为伊所面对着的是所有遮个地方的百姓，毋是遐个专家，也是遐个有地位的人，是到伫街路边，到伫山野，甚至到伫水边，因为伊要互遮个所有普通的百姓一听就了解，明白讲这个我定定咧看到，这个我定定听到的，这我生活中经历会到的，要来讲迄个天国的道理。所以一面是用譬如，一面是咧学习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宝贵。今仔日这个经节也同款咧讲一项，就是用宝贝、用宝藏。来讲起天国，这段经文真短吼，真短。咱会通对这段经文来看，3节的圣经总是有2个小故事，吼，2个小故事。头一个是第44节讲天国亲像啦，吼，伊毋是讲天国等于天国等于，毋是，伊是讲亲像，是要互你对熟悉的事去了解迄个奥妙甲真理，吼。所以天国亲像什么宝贝？这个宝贝呢是真正宝贝，毋过呢藏伫园仔内底，藏伫土内。安尼就表示有一个阻隔啊，因为有人无注意，有人根本有人讲一句话讲你都困伫宝藏的顶悬啦，困伫金山的顶悬，你都毋知影你的涂骹底有遐尼侪宝贝。但是呢，有人找到，有人表示讲，这个人伊有去发现到宝贝啊！安尼伊的行动是啥物？讲就甲伊藏起来啊！意思是讲，这个宝贝都要学咧，这个宝贝都要好好来甲伊收藏。我若试过宣传都大拢知啊，烧济要来烧抢啊，
所以伊就是用足细字甲伊砍起来。啊，讲安怎呢？哇！因为迄个园啊，迄个土地毋是伊的，啊，你走去人的土地，安尼甲人迄毋着变贼仔咧。所以呢，伊就点点啊，毋过真欢喜，用着一个足积极、较无心去讲袂所有的，表示去区园吼，毋是白白来的啦。也毋是无人知的，是迄区园内面有宝藏，但是伊所买的是表面上迄个土地的介绍，毋是内底的宝贝。啊，这是第一个小譬如。第二个譬如是类似啊，毋过无共款的角度。天国嘛，亲像一个生理人，吼，拄则迄种一个做事人，也是讲一个普通人，即个是生理人，伊咧找水的珍珠啦。哇，生理人目色足好啊，啊无你就了钱嘛。啊，所以呢，伊就会晓去找，伊要找一粒世间独一无二的珍珠。哇，四过找，可能逐个市场、逐个人迄经销商、生理人拢去找，但是安那，伊认真咧找，一个找着，即粒真价值的珍珠嘛共款，甲拄则迄个园啊，买去园的。即个兄弟共款，伊讲着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粒珍珠，共款是宝贝，共款是一个人伊去偶然中拄着的。啊，伊第二段经文是讲伊认真咧找的，啊找着行动是啥物？就是卖所有的。我边仔的遮已经无价值啦，我若为着要得到即个园啊内底的宝贝。我为着要得到这粒珍珠，我甘愿放弃一切，甘愿变卖一切，甘愿甲所有的来去掉，为着要得到。啊，这是耶稣用两个小故事、三赞啊点来讲起天国的道理。兄弟姊妹，咱拢知影，耶稣对30岁出来洗礼，吼，行洗礼约翰甲伊洗礼，伊出来开始传福音，伊唯一的宗旨。伊唯一的理想就是要甲天国，也是咱现在翻译做上帝国，这个伟大理想来甲宣传出去。耶稣一生吼，咱讲风尘仆仆，就是讲啊，袂顾咧食，无顾咧困啦。吼，圣经拢有安尼讲。啊，伊理想奔波是要希望这个世间来实现上帝国。拄则咱有读。有做伙祈祷，用主的祈祷文，咱做伙坐声过来读这句好无？预备来，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是安怎？耶稣会讲你的国到，你的旨意伫正，而且伫地呢，爱亲像伫天呢。安尼表示讲，伫这个国，伫这个地，并无完美，有真侪缺陷。有真侪世间咱所拄着的艰难呐，也毋过咱求上帝国，迄个完美的世界，上帝的旨意会当实现伫咱生活这块土地。所以讲，伫地呢，亲像伫天呢，表示讲，咱虽然这个地面是一个有限的，是一个有侪的艰难的，有侪这个缺陷的，啊，毋过。当上帝国临到，当上帝旨意若伫正的时阵，这个所在就要亲像天国共款。这是耶稣伫祈祷文内底所甲咱讲的，也是一生努力的目标。看起来这句话较像啊，对咱来讲较像感觉无啥会对，但是耶稣伊就用着譬如甲咱讲，这个上帝国是何等的重要，重要甲亲像。做事人发现着宝贝，生理人找着独一无二的珍珠。咱若是看耶稣的譬如吼，耶稣实在是不厌其烦啦。毋知咱兄弟姊妹，你细囡仔细汉的时阵，你咧教伊安怎压低吼，也是教伊安怎洗喙，也是教伊安怎安尼学着生活的技能，你会不厌其烦袂？也是讲啊，无爱插你啊，讲袂听，你一定是甘愿啦，甘愿一再甲指导。
因为你爱你的囡仔，逐项拢会晓。耶稣嘛同款，伊毋惊劳苦，毋惊麻烦，用做譬如来介绍伊的上帝国的理想。所以咱若是遮经节有关的，拢咧讲上帝国，讲天国亲像酵母，像酵母共款，伊会发起来，亲像芥菜籽，一粒细看无的芥菜籽，有法度通互伊大长起来。亲像咱正前所讲野种的，啊，佫有讲亲像野蠓、拍蠓，啊，佫咱今日讲的财宝、甲珍珠，拢咧讲上帝国。所以这个比例，咱就发现讲，耶稣看上帝国，就是伊来到世间上大的目标。这个目标若无达成，伊的努力拢无采工就对。但是咱看拄则牧师已经解释经文啦吼，这两个譬如的情景有点仔小无共款啦吼。第一个譬如是讲，伊是偶然发现到宝贝，偶然就是讲无意中的就对啦。但是无意中，表示讲伊拢无准备哦，身躯嘛无钱啊，毋是款变的吼。讲准备讲哇，咱台南最近听讲厝吼愈来愈起愈贵咧，我身躯落地啊剩偌济吼，无赶紧来去找一间理想的，若佫加半栋一栋吼，佫甲你起100万200万都袂起买袂起啊，所以你着上好啊。阮知影讲咱有真侪少年的兄弟吼，哇创业家庭开始建立啊，着咧找。咱东区啦，是较附近郊外遐个厝，听讲有诶走10几间、几百间拢有咧。迄个 DM 大间拢咧现，因为咧要找一间合理需要，感觉足介意诶。但是，即个做事诶人，伊偶然发现诶，无准备啊，钱也无款，毋过伊就是当机立断。即个宝贝吼，无搁再有心人丢除啊，失去都无机会啊。所以就是卖所有一切，赶紧把这个园买起来。第二个譬如的情景，就是讲，这个做事人，伊本来就捌宝啊，知影宝贝。咱知影讲，伫卖珠宝的人吼，你若无内行吼，你会互骗到毋知人去咧。所以咱知影讲有个珠宝鉴定对无吼？包括选酒，即种好物吼，就是。耶稣的时代，珍珠是上宝贵的，因为迄象征着地位，象征着迄个贵气。当然今仔日搁较贵的拢有啦，选酒嘛有迄特别的即个宝贝。但是耶稣咧讲的，毋是咧讲迄个宝贝本身，是人拄着宝贝的态度。看宝贝，你有要紧无？安尼所以伊刻意去找。足糜烂就对啦，四国去找，经过长时间努力去找，兄弟姊妹，这个互你想着什么？你对宝贝，你的感觉是什么？什么物件是互你安尼用尽一切要去追求的？咱有时有一种热情迄种热情甲这要类似，毋过无长久啦。比如囡仔人哇，伊对着迄种电动的游戏哇，迄若热起来无眠无认的，困袂去呢，一直要来。所以即摆中国讲干那阮阵遮的少年囡仔，一礼拜人拍1点钟，迄不得了，迄像要挂伊的迄落安尼颔棍安尼因为你足热情的去追求，所以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间有真侪足较无的事啦。毋过经过一段时间讲迄实在是有够戆的，无哪会了遐侪时间咧追求迄，也是讲少年囡仔会去追星会去找遐个网络也是电视顶遐个歌星啥货。毋过经过一站，你就无趣味所以迄款热情会褪去。包括少年人在谈恋爱的时阵，哇，对着一个所爱的人，伊甘愿付出一切但是即款俗世的热情，常常会因为时间，常常因为时空的变化，
慢慢迄个热情就消失啦。较早你足认真伫做，即嘛已经无趣味啊。但是耶稣讲的这个宝贝毋是，迄个宝贝袂当替换。较普通人都知影，即个宝贝太价值嘞。所以呢，咱也当对即个经历、即个感受，耶稣所讲的，当地人拢真知影。一个感受就是讲，互你去感受到我咧讲的，迄个心就是真激烈啊！这甲咱信主，基督徒，你若信主，甲你传福音，带人归主，互人有即款的热情。看看即个宝贝遐尼价值，我无得到袂啥。所以传福音也是咱家己信主，即两个譬如的重点。较毋是咧讲迄个宝贝本身，宝贝本来就足宝贵无毋对，但耶稣毋是咧讲迄个宝贝，是人看见宝贝，你是有动静啊无？你有行动无？你有感觉无？你有安尼袂食袂困的想要去甲追求要得到无？迄是咧讲这啦。所以耶稣讲的，无论珍珠啦、宝贝，迄是一个描述，因为上帝国当然是超过这宝贝。但是你有积极追求的迄个态度甲过程。我会记较早我伫盐埕教会伫牧会的时阵，我听见一个长老，伊迄阵来到伫即个盐埕埔，咱知影战后盐埕埔都好像是个聚宝盆啊，大家拢烧钱要去遐创业啦、趁钱啦安尼即个长老呢，伊初步到盐埕埔，都开始咧起步尔啦当然迄阵若拍拼认真，找着路要趁钱真紧咧，因为迄个伫海港边外国的商船拢咧入来，所以足侪宝贵的货拢伫遐咧交换。但是有一天，有一个人甲伊讲，这位兄弟啊，你若来信耶稣比你咧趁着大钱搁较宝贝。咱知迄个时代战后逐个人有钱就上好啊身躯若有钱，毋知偌好诶。伊甲伊讲，信主耶稣比趁钱较宝贝。可能有个人听到讲你咧放股，这个时阵送啥物人遐讲毋趁钱呢？但是伊听落去，这个杨长老伊听落去。伊讲敢真正有比趁钱、趁大钱好业搁较宝贵诶。伊真正安尼，真正是圣神诶光甲照，伊就主动家己来教会安尼。就安尼，伊一生诶经历，一直咧经历迄个宝贝，迄个福音诶宝贝。所以捌报无？你有要追求无？这才是重点。所以得到天国宝贝。一个步调啦你要有较无，较有热情。较无意思讲，即个物件实在是太宝贵了，真价值。我无得到世间都无趣味啊。现在耶稣会用找宝贝，也是找珍珠来讲即个上帝国的譬如，伊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因为耶稣在讲即个天国。珍宝的宝譬如呢，是咧讲到巴勒斯坦对咱现在巴勒斯坦，也是讲整个以色列即个地中海边即块土地，迄个生活情景，以及当地的人的感受一个听就随知影。所以耶稣咧讲譬如拢是安尼，你知我知，但是我要甲你讲一个足深的道理安尼。阮的宝藏是安怎藏伫土地中啦？咱现在你若有宝贝，你敢要搁藏伫土内？咱遮有人咧藏土内，无甲我讲一个，我来学看嘛呢。即卖人无人遐戆啦，你拢藏伫倒位啊？保险箱对毋对？银行的保险箱几若顶的宝贝，都爱即卖都爱认你的目睭的虹膜，才会当入去啦。干那你会当开尔定。但是古早时代。巴勒斯坦迄个所在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啦，所以甲咱台湾共款就对啦。毋知啥物阵要换统治者，啥物阵要换头家，
啊，所以你的财宝放伫身躯边，安尼会危险无？咱台湾捌经历过，咱在座吼70、80岁兄弟拢经历着4万块换1块呢。啊，你啊钱放伫落地啊，哇，昨昏4万，今仔日剩1块，你会感觉讲哇真怨叹的。所以有一站咱台湾人吼足重视什么？就是金啊，对无？迄金啊都袂贬值嘛，上无伊会保持着伊。啊，即个全世界足侪国家嘛是用金条吼来做伊的一个经济的稳重，因为你钱币值会起落咧。啊，所以呢，台湾你若听到就知影讲啊，原来巴黎书厅会安尼也是真正常啦。台湾人因为400年来换7、8个头家咧，啊，所以吼毋知什么阵要倒烂呢，什么阵要离开。啊，我财宝财产放伫身躯边嘛，无安全。啊，所以当人咧倒烂的时阵，倒走的时阵，上好就是讲甲藏伫土地。啊，特别是巴黎斯坦迄个所在，无像咱台湾的土软软对无？啊，佫有伫溪埔吼，啊，若毋拄水来吼，土石流来都冲了了，迄会滴。因为伫巴勒斯坦迄所在足打扫诶，啊，所以足侪宝贝放伫内底吼，哇，真正安足安全，除非风发现着啦。啊，这就是咧讲即个做事的人去挖着宝贝嘛，吼，啊，就是毋知影，啊，就放伫人毋知影诶所在。啊，这是当地人随听就随了解，因为定定有人发现宝贝，比如讲前一代诶人，啊，伊就逃走。啊，逃走就发生事故啊，就无叫人转来啊，啊，宝贝无人知影嘛，啊，所以有人去无细字学着。所以咱台湾呢，同故事拢有啦，啊，这项绝对无欠，就是宝藏的故事。咱传上多就是日本军啦，日本军吼，我毋知伫倒一个山洞藏宝藏啦，啊，真正有人吼，甲政府申请讲我要来学咧，吼，是要交什么？地金呢？因为吼，这宝贝若挖着吼，哇，安尼骨啊大人食袂大吼。但是照看吼，到目前改成也无人真正挖着啦。啊，嘛有人偷挖着毋讲诶，对毋对？啊，这讲诶意思是讲宝贝，大家拢小精买。咱伫半屏山，高雄半屏山迄山洞，嘛有人讲迄内底有宝藏。我诶故乡平湖吼。较早是一个海贼在出入的所在，所以嘛有迄种叫做忠义洞吼，忠义洞的宝贝的故事啦。啊，咱来看其中这个宝藏哦，大家人爱，啊有迄宝藏图吼，啊咱有台湾的藏宝的传说咯，啊大家拢讲有啊，啊有这安尼，家人的日本军的这个炮台吼，讲内面有宝藏，啊大家甚至有顶几年有人申请啊要挖迄个宝藏。这是半屏山，吼，半屏山进前拢咧人咧挖石头，要烧水泥啦。啊，其实迄内面拢有即个山洞，因为山洞内底有真侪宝藏。伫历史上出名的宝藏，大概东方甲西方吼，即两个上出名。一个是中国西安的兵马俑，吼。咱兄弟毋知迄阵开放观光有人去遐看过吼，足侪人爱要去看。原来这兵马俑拢带伫土地，吼，因为金条、金丝王的时代到即阵样啊，遐侪年啊。原来是一个做事人啦，伊吼伫迄种西安迄款打扫的所在，想要挖一口井啊来摕水。挖落到就讲，啊奇怪，咱内面有迄种定定的物件，啊一个摕起来讲，哇，哪有迄古早人的像啊呢？啊一个发觉才知影讲，哇不得了！这兵马俑真正亲像迄军队吼，排几排的哦吼。啊，迄个兵马俑一个拢比我较悬啦，听讲180几公分安尼。因为较早清朝的人，毋知是真遐大汉无安尼吼，啊拢排规队啊，佫有马。哇，这个兵马俑的这个宝藏吼，迄个中国来趁偌侪观光财啊，挖着是这个做事人无细字去挖着。啊，当然这遐尼大的宝藏，无可能伊家己摕着嘛吼。但另外西方有一个足重的宝藏，特别是对基督徒，伊叫做死海卷轴。
死海的宝冠，因为迄内面拢是圣经上早期的圣经的记载。迄是啥物原因？就是有那1947年，1947年，一个少年的雇羊仔人，伊就带羊仔伫附近伫死海的周围伫遐咧雇羊啊，无拍算一只羊啊，讲扔入去一个洞内底啦，都毋出来，伊装袂入去，因为伤矮也是安怎吼？伊就用一粒石头甲弹入去，弹咧看叫伊只羊仔走出来。无想奇怪，哪有迄款迄个下管啊迄个下的管啊，讲破的声。伊讲奇怪，迄洞内底哪有即款声？迄土的声都无共，石头声嘛无共。一扔入去遐看，竟然发现差不多是安尼西方真重要的历史的发现，就是特别对基督徒，因为内面拢是一个红内底对着上早期到现在发现上早期的圣经的记载，旧约除了以斯帖记以外，拢有记载。所以科学家也是讲，这圣经学家对这个经节、对这个古文来翻译过来，到今仔日咱现在圣经真侪拢甲伊对照讲现在翻译敢对？所以是对西方上重要的发现啦。这是迄个死海边仔迄种山洞你看者都毋上目，迄无人要行下到的所在，竟然内底藏着宝藏。迄是挖出来了后迄个宝藏的是用羊皮会用迄种特别的纸所写的即款死海卷轴。后来以色列伫因的国家起一间足大间的一个死海卷轴博物馆。这个造型足特殊啦。有人讲原来伊是有迄个下管就对了，迄瓦管家做一个模型伫遐。我会记哩真10年前捌去参观过，内面就是咧印证迄个当时发现的即个情景。这是内部内部的迄个博物馆。兄弟姊妹，找宝的人嘛是同款，因为当时巴勒斯坦的所在，犹太有一个法律规定啦因为迄财宝毋知送个咧，已经过历代遐尼久啊，所以伊有定一个规律，就是这个财宝有送发现到，有经过一寡程序，你有优先权，你能得到这个宝贝。咱即几礼拜毋知有人趣味咧看迄个斯卡罗即个咱台湾南台湾恒春垦丁遐个100多年前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安尼发生遐严重，就是讲，真奇怪，迄船美国船去扩大，意思讲去搁浅，互当地遐个原住民甲拍死。其实咧台湾因为四季拢是海，有真侪船无细字去扩大，也是去破去因为有一个规律就对了，讲人会使入去捡遐个物件，意思讲遐个对船顶留落来迄物件我会使去摕，但是伊无规定讲你会使杀死人啊。所以若捡物件，迄有伊优先权就对啦。无拍算，因为这原住民看到这个外国人当作对敌，甲伊拍死，才引起遐尼大的国际事件。无，我会记我伫我的故乡澎湖定听到阮的时代。遐长辈讲，因捌去捡到什物船破去啦，迄物件感觉当做一个安尼额外的财富就对啦，所以有这个优先权。所以咧追求的时阵有一款的心智啦。咱转来到伫即个圣经节的核心，就是你对着即个宝贝，伊咧表示逐个人有一款的心智，毋过。要得到这个天国的宝贝有伊的步调。第一，就是知影宝贝价值连城；第二，你发决心，无搁再有其他的疑问就是要甲得到。你变卖一切，用所得到的来买这个宝贝，还是买一句园。最后，你有得到，安尼表示你的努力有结果。所以，这款的人就是爱捌会啦，捌会咱定讲，一般伫迄个菜市啊啦一般商场咧做生意咱拢有听见一句话讲，嫌货才是捌货人，嫌货啦。讲这无啥，其实就想要买
咸，伊就买较俗的就对吼。那上帝国的价值，有人甲看做路边摊咧卖，但是有的人目睭金，看见这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你有捌无？耶稣是咧讲，上帝国遐宝贝，你看会出来袂？真侪人看无咧。迄个地安尼遐尼结，也无啥物种物件种袂起来，有啥物价值？但是就是有人要遐出遐侪钱去买，因为伊知影内底有宝贝。所以，若是宝贝，你就是千方百计想要甲得到。第二是，伊要坚持，足执着、足坚持的，充满热情。甚至有人笑讲：你戆人你头壳歹去啊！足侪人互骂啊。当一个人咧追求一个理想的时阵你也会堪要互人骂。我人甲你念两句讲无爱，算了。所以捌会爱付出代价，宝贝付出代价，咱拢知影。但是耶稣讲：你甘愿为着上帝国的疼吸引，你欢喜付出无？所以伊爱变为一切有一个危险呢，因为你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你是要这还是要迄？你爱有一个取舍，甚至平常时上介意的拢爱去掉，爱甘愿，因为要换到一个更较宝贝。若毋多，迄是假的，你要安怎？你敢毋免一个风险吗？所以伊愿意，这是你着上帝国的一个心志。拄仔咱讲过讲，甚至忍受别人的误解、踢笑，甚至家人的反对。牧师捌咧讲起着我的故乡的故事啦，教会的故事。去年庆祝100周年，当时的创始者传福音的这个下载，伊对高雄转去到平湖要传福音的时阵开始咧惊神者讲出侪迄手喙中遐心理的话互伊兜的人烦恼甲吼甲，讲这阮这个先翁是安那是头壳歹去啊是安怎掠做伊起笑咧，甲嫌甲呢？若毋是有圣神会甲伊激励伊都无做落去啊，7米教会都无出现啊呢。所以甘愿忍受别人的一个踢笑。但是姊妹，最后咱要学习讲，你有较无无？你有捌宝无？这个宝贝值得你付出无？这是咱伫主的面前。若我要讲起来是讲。我行了我目睭足钝的啦。我行了我毋捌宝啦，袂晓顾，袂晓珍惜啦。上帝帮助我，就亲像我咧介绍迄个长老，人甲介绍讲，信耶稣比趁大钱较多个，伊就真正去做。咱来求上帝，互你有这款的心志。譬如大来教导是啥物？拄着宝贝，并毋是好运去拄着呢，是因为这个人伊认真咧工作，毋是干那好运拄着，是讲伊认真工作才有迄个机会接触。表示讲你爱努力去学，毋是讲白白得到的，你爱付出代价。第二，天国的珍宝值得付出任何的代价去得到。当拄则咱讲起讲，求上帝，互咱有即款的亮光啦。要啥白白咱咧传福音嘛？有诶较传伊拢甲你嫌讲，你若找我好朋友会使，毋通甲我讲耶稣，毋通甲我讲福音。因为伊宝贝都无当作是宝贝，伊就藏起来。所以若无圣神的光甲照，就像即个人去偶然发现到宝贝真宝贵，所以就伊也要得到。所以求上帝，互咱有亮光，看见上帝国的水较好。就亲像讲，咱传福音都要付出代价。你拢是讲这凊彩啦，粗俗啦，毋是？咱要付出时间，付出金钱，付出心力。佫有时对方甲你踢笑呢，甲你拒绝呢，拄则我所讲的。所以记得咱进前几年拢咧推动即个幸福小组咱去听到即个杨启如牧师咧讲一个譬如啦，伊讲后来咱来办一个福音大会，也是咱办一个幸福小组，办了后互你2万块美金，你要办无？安尼，伊是讲用咱世间的宝贝来比较讲，若安尼一人2万块美金。大家小姐要排队，讲会使办3队尔定，来小姐来排，大家拢赶紧要签名。伊是讲用世俗的眼光看宝贝，你都遐尼重视啊。但是呢，
你有看见到福音的代价？耶稣讲：人若趁着世间，但是失去伊的性命，有啥物价值？人的灵魂，你若安尼看，迄是比2万块美金较价值，但是问题在于你看会到袂啦？你有感觉到无？所以灵魂得到永生的价值，关关赢过有价的报酬啦。所以，伫咱得到天国宝藏的态度，也是讲看见福音灵魂得救的态度，就一句咱定来听见的一句名言讲：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这句话甲这个珍珠甲宝贝同意思。你若有看见伊的价值，你就任何代价拢愿意付出啦。所以无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袂见的价值。追求贵重珍珠的价值，咱两大经节。这个珍珠伫巴勒斯坦耶稣的时代，珍珠有特殊的地位甲价值。他这个话咧讲是讲，上帝国的水就亲像珍珠。所以珍珠是一个好物，无论挂伫身躯也是装它，也是放伫一个宝藏柜内底，是足快乐的代志。耶稣咧甲咱讲天国亲像珍珠是欢喜的事啦，毋是足严肃的毋是足打扫无味的啦，是你会去感受到哇，迄个快乐世间无得比安尼。所以这个珍珠是世间独一无二的，所以是袂通替代的。你找这个珍珠，你愿意付出一生的亏力。大报道家苏布真伊讲过一句话，讲咱为着得到主耶稣必须爱卖掉一寡物件，伊想甲一寡物件去掉。伊讲的意思是讲，咱的性情啦，你的旧的偏见，较早嫌耶稣、嫌福音、嫌教会、嫌甲无一块好，即卖伊上热心，有即款人咧见证啊。过来是讲自以为义，我都一世人做好就好啊，啥就去拜上帝，我就拜我家己就好啊，迄款自我为意啦。所以你要愿意一切拢卖掉，其实包括你的性情、你的偏差的观念、你的价值观，亲像生理人，伊愿意卖一切共款，变卖所有，看起来是讲都一无所有。我看为着这个宝贝甘愿像咧跋筊安尼，抓规肚拢互落去啊！但是得到天国，毋是即款戆人因为伊变卖所有，就亲像保罗所讲的，亲像无半项，毋过逐项拢有。哥林多后书6章10节，亲像无半项拢无啊，但是逐项拢有。咱有即款的信心，甲即款的信仰，你才会当克服着。看到天国的宝贝的价值，所以兄弟姊妹，较无天国的珍宝，你欢喜为着福音来为生。讲到这，宝藏珍珠大家拢了解，但是唯一的关键就是讲，你有看见到福音的价值无？你有看见到天国的价值无？因为基督徒若会让看见天国的价值有偌悬，就决定你是毋是欢喜了落去。欢喜传福音，欢喜一生为着传福音来打拼，因为你要得到的是迄个袂当替换的宝贝。兄弟姊妹，咱要三甲来祈祷，然后咱做报告，才来结束。主爱阮的上帝，阮为着台湾的平安来祈祷。阮感谢你，台湾的疫情目前认真的控制，虽然也有零星的个案。总是求你怜悯，因为台湾的百姓大家相配合，各自有方式，会当真顺利，慢慢恢复阮正常的活动。主，阮求你保守，伫这段3-4个月的时间，每一个兄弟受到这个限制，袂当自由行动，工作生活受影响，总是求你帮助，互阮心灵平静安稳，有喜乐甲信心来经过。主啊，阮这些会友兄弟姊妹，特别少年的，伫事业上、伫工作上、伫经济上，甚至伫健康的顶面，拢有拄着艰难。阮求你施落你的大恩保守，互这兄弟姊妹
因有上帝你的智慧甲气力，会当经过这个难关。阮教会在推动各项的事工，会当慢慢恢复起来。无论是聚会、小组聚会、团契聚会，也是阮做的演习，求你帮助，互阮顺利来推展，互福音的事工顺利来进行。就阮为着青少年主日学学生，现在转去学校，因有诶拢也无排着主有方式，所以需要上帝你的看顾，互因有好诶方便，有好诶卫生习惯，会当伫遐安心读册，有好诶学习来成长。阮为了教会，遮兄弟姊妹平安喜乐，长辈伫厝内静养，也是休困，互因出入拢平安，有上帝你奇妙诶保守。主，阮特别为着这段时间，教会有兄弟姊妹有病痛住院，有诶接受手术，有诶甚至有拄着癌细胞影响着身躯。主啊，求你陪伴好诶医师、好诶医药，互因得到好诶治疗。也伫静养中诶兄弟，阮奉你诶名来祝福因，也互因经过专心仰望甲倚靠，经过药物诶治疗，会当紧紧恢复起来。求你保守来赐落医治伫遮诶兄弟姊妹身上，特别互因诶心智无累志、无灰心。特别阮诶上帝，阮奉你诶名来祝福阮所有兄弟姊妹，无论伫现场诶聚会，也是伫线顶诶聚会，求你互阮一直保持即个心智。因为阮的每一日生活拢甲主你的旨意有关系，所以阮无受影响，心无惊吓，倚靠主，阮得到迄个宝贝伫阮身上，阮就毋惊一切灾难甲困难。求你保守阮伫这炎热的天气，大家出入有平安，享受上帝你满满的祝福。主啊，感谢你，互阮弟兄姊妹互相彼此有好的关怀，袂当常常见面，总是阮通过连续的这个媒体，也是阮这个群组，大家互相交陪，用电话关心，互主内的兄弟姊妹，大家彼此的结连更较深。感谢你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姊妹，我有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有真侪是重复，简单提起就好。咱本会礼拜已经恢复实体礼拜吼，所以咱第一场吼，大概安尼7、80个啦吼，也佫会当容纳咱兄弟姊妹，若你方便，因为经过大家彼此见面交陪，大家有好的防疫，我想大家会平安啦吼。我想你现在一定是有去菜市无去卖场吼，无就去参加什么活动。你都敢去啥礼拜毋敢来，迄嘛真奇怪吼。所以咱大家拢有咧喷酒精佫有咧量体温吼。我想是大家真细致大家坐吼，安尼较人安尼吼。求主保守，互咱得到平安吼。小等下10点15分有线顶的主日学，咱鼓励教会兄弟有囡仔吼替因准备，互因参加主日学。过来，咱今仔日也是总会普世事工的纪念主日。咱是咧关心讲，咱参加世界真侪福音事工就对啦吼。这可能有个人较无注意到，这是咱咧关心甲世界有一个结连就对。咱提醒咱遮个中级，佫遮个事奉团队的首长吼，咱后礼拜9月12日第2礼拜煞，咱有要伫1楼2楼1:30要开即个联席会议吼。咱请长老、执事甲服侍团队。兄同工拢准备参加，咱也伫即礼拜有啥物报告，有啥物消息资料，赶紧摕来，互咱的干事吼。另外，咱中部大道事工对9月份开始恢复，咱已经恢复4、5天吼。兄弟姊妹，你若有要入去，注意来用做消毒清消吼。咱用顶一期的兄弟来继续服侍吼。另外，咱有一个叫做理财有道吼，通过圣经的教导，安怎管理你的财产、管理你的钱财的课程。听讲第1期已经报名满吼，第二期开始在有约因为伊无要大班啦吼，一班10几个啦，定要11礼拜，对9月23日要开始。你若有趣味感觉想要学习请你会记哩吼，
来登记。咱周报内底有迄个网络吼，会当报备。咱奖学金申请到后礼拜就要截止啊吼，所以咱有高中到研究所的奖学金，有少年团体的奖学金，嘛接纳各单位来推介即个助学金吼。另外，咱进前有提起，咱搁一边来关心，就是咱教会即个美银姐妹的爸爸陈金定先生，伫8月20安息，搁别礼拜伫拜5已经举行完毕吼。多谢咱大家兄弟同工，大家的参与甲协助。第二是咱自然执事的妈妈洪素慧姊妹，伫8月28安息，伫昨昏有举行告别式。请咱大家继续为着即两个家庭来祈祷，求主赐落安慰、信心甲快乐。兄弟姊妹，感谢主，互咱大家做伙伫遮三甲主会敬拜，也求主保守，互咱出入拢平安。咱甲时间到，咱的诗会准备来奉献，甲咱做即个结束。多谢。咱同心来奉献。请起立，来用奉献的时光。感谢的奉献。请坐。当时来读本话经句，第10篇42篇8节，请。即是上主是了伊的主爱，免是伊互我唱歌，对属我活命的上帝祈求。诗篇42篇8节。即是来引信息387首。圣圣会。唱线请牧师主导。将来也永远的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三个人了，相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相通引带，甲正大家三甲同在，对这时到永世代拢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咱来默祷，咱来请同工来准备这个蛋糕吼，
分下节，咱来庆生，啊，再来做结束，咱先别倒。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是9月第1主日啦，吼！啊，咱伫第1主日的时阵，咱拢举行一个庆生会，啊，咱一号人吼，啊，咱有下规定哦，吼。除了讲有的家庭翁仔某啦，吼，啊，家内人吼，就较无限制，啊，毋过尽量咱一号人有够位，就甲一号人去啦。这时阵呢，咱要来唱生日快乐歌，一遍台语，一遍英语。啊，咱唱歌煞，咱要请文琴兄来分蜡烛哦，伊是寿星哦，吼！啊，咱来做来唱，做来唱，拍拍啊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快乐，英文的来。Happy birthday to you. Birthday to 文琴兄伫遮来，请来分蜡烛来。文琴兄，来，请来吼，来，口罩小扭一下，啊，分蜡烛哦吼，来，扭一下，甲分落来。来拍拍啊，鼓励哈！好，来请成会座啊，咱来为着这寿星来祝福。主爱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你听阮，互阮伫逐个月有上帝你祝福你的百姓、你的囝儿来庆祝因的生日。主啊，虽然生日是一个个人甲家庭的事，总是阮知对你来看，你拢看因是宝贝。求你。互每一个寿星伫一个月享受着家庭、亲人、朋友生日的祝福，也享受着上帝你赏赐因丰盛的生命，然后为主做见证，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伫生活、伫健康、伫家庭，以及一切人际关系，拢上帝美好的看顾。我伫你面前，奉你的名来祝福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毋但会当去耽误咱几分钟无？咱小山伫遮吼，小山伫遮，咱要特别为着小山来祝福，因为小山吼，伫今年吼发生足大的即个身体的艰难，啊，甚至医生因为为着伊的生命甲健康吼，需要截肢啦吼。但是伊足勇敢吼，伊经过截肢静养了，已经几日前转去到厝咧静养。啊，咱即个时阵吼。无要紧，是毋是你伫原位就好，伫原位就好。啊，咱有长老无？有长老来到伫头前，咱为也是较头前小可，咱为着伊来换手，啊，牧师伫这个麦克风来为着伊祈祷，啊，咱才离开吼。啊，小三现在咧静养的中间，啊，需要后来复健，甚至后来要用迄个义肢啦吼，这拢是一个足难得的过程。你坐着没关系，坐着没关系。啊，要站着，我们长老吼来按手，我们一起。咱举咱的正手，咱对伊吼来祝福，互伊会当恢复健康、勇敢、壮大。吼，伊头2、3人前咱信主吼，伊足勇敢吼，咱为着伊来祈祷，咱为着伊来祈祷。咱先开声，为着萧山弟兄、徐萧山弟兄，伊的健康、伊的心智、活力，得到上帝祝福，恢复健康起来。咱也常时为着教会中有病痛兄弟献上祈祷，咱大家开声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的恩待，甲保守你的信息做工事。光凭信心做工的里面，保庇你，恩待甲保守，感谢你，感谢你，永远感谢主，主恩待甲保守你的。大愿的主，我的上帝，我这顺奉你的名，换手伫小山弟兄的身上。主啊，已经历到亲像死荫的山谷这款的艰难，甚至生命的危险，总是主你怜悯看顾伊，
互伊对苦难中、对土霉中搁起来。虽然需要觉知，总是以心仰望主、倚靠主，互伊让慢慢身躯恢复正常。虽然有身躯的缺陷，所以阮确信，迄个健康的心智，你的身上就要赢过一切的无方便。求你帮助你后续有美好的静养，互伊有倚靠主来赢过一切艰难，无论是财务的困难，无论是身体健康的困难，一切艰难求上帝替伊来担当。主你有应允阮，阮既然着我打当打，阮就来就近主，阮就要伫你的内面得到安息。阮互你的名来祝福小山弟兄，互阮大家同心的带导，互伊对苦难艰难的中间行出来。诚做一个水的见证，活出生命的光彩，活出上帝互伊亲像鹰鸟天翼飞悬，走无也行无先这款的信心。爸上帝啊，后来的路还阁一段艰难的路，求你赏赐伊坚强的心智，无互伊拍倒，倚靠主来得胜。我也求你赐福阮听伫即位，有诶伫家庭，有诶伫有病痛的兄弟，求你也施了医治透放伫你身上。我就用你的名来祝福小山弟兄以及教会这病痛中的兄弟，求你施了你大能甲医治，感恩恳求祈祷，我靠得胜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为着小山弟兄鼓励一下，来，谢谢。好，大家互相恭祝平安哈，大家顺行，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哈，加油加油加油哈，大家平安顺行哈。10点即阵开始有主日学。主日学哈，好，大家顺行，加油！